係，大家好，我係 Penny。今日啦就嚟到中環擺花街啦，Lala 呢一間餐廳啦，度食午餐。呢一度咧係米芝蓮級嘅法國菜，個環境咧非常之有 feel 啦，仲好有法國嘅情調。咁咧又優雅啦，又親切，喺中環嘅中心地帶，午市咧簡直係人氣爆燈啦。我哋睇下佢嘅環境啊，除咗裏邊啊係咁有情調之外咧，其實咧仲有咧 outdoor 嘅位置㗎。呢一度個午餐咧好抵啊，仲好精彩，好多選擇添啊！喺呢度食嘢咧，簡直嘅感覺咧就係性價比高啊！而家就同大家分享一下我今日嘅午餐。我嘅前菜啦，就有呢一個時魚嘅刺身啦，仲有呢一個咧牛肉嘅塔塔噶。睇到係咪你都覺得好吸引，好想食咧？我睇到咧已經係好吸引啦，而且咧仲係色香味俱全添啊！一定咧要點埋呢個醬汁，酸酸地咁咧。好好味，好開胃，同埋嗰時魚咧好鮮啊！牛肉塔塔咧，佢個肉咧好有咬口，而且咧好香啊！佢裏邊咧有其他嘅配料咧撈埋一齊啊！呢一個配搭咧好有口感，同埋層次感都非常豐富。安格斯牛柳咧非常之精彩，而且咧厚切得嚟咧，裏邊嘅肉質咧鮮嫩啊，仲好 juicy 添。點埋佢嗰個醬汁咧更加好食啊！仲有咧配埋個薯條咧係新鮮炸起嘅。最中意咧就係呢一個咧黑松露意粉，佢好特別嘅做法，而且面頭咧係有一陣咧芝士啦，仲要係好熱咁樣上咧，再加上咧佢呢一個特別醬汁咧，呢一個意粉咧真係超好味。嚟到最精彩嘅部分就係甜品啦，有榛子撻啦，同埋檸檬撻嘅。我最中意食咧就係嗰個榛子嗰個蛋糕啊，因為咧啲 cream 咧好軟滑啦，而且咧有少少焦糖嘅味道喺度，同埋上邊咧滲少少糖霜啦，嗰個咧好豐富，我好中意食榛子味嘅。仲有咧呢一個檸檬撻啦，係超新鮮啦嗰個感覺啦，同埋咧係好清新，而且咧仲唔會太酸啦，好開胃啊！飯後咧食呢個甜品咧，簡直咧就係咧完美。無論係商務午餐啦，定係同朋友聚會或者情侶拍拖嚟約會嘅話咧，都超有格調啊！而且影相打卡咧一流啊，食物仲好高質素添。想中午食米芝蓮嘅法國菜咧，快啲嚟中華呢度啦！等緊你，下次見。